个疫情嘛大大来冲击到劳动市场。咱的劳保局上新的统计，6月初领失业金的人数达到12000多人。虽然这个人数比顶个月较少，但是发出去的总金额超过10亿，嘛来破10年来的纪录。其中，这个制造业、批发零售、甲大卖餐饮业，和这个疫情上一个上吃力。今日台北市劳工保险局未少民众等叫号申请失业给付，因为疫情影响，头一摆领失业给付的人数为1月份的4000几人，6个月就增加，5月份更加达到高峰13623人。虽然6月份头一摆领的人数稍较少，不过失业给付一个月总核定金额达到10亿1133万，这是10年来的新纪录。那请你这个产业最多的，分别是是批发零售业跟这个制造业。疫情后各行各业停工，不过另外一边的台东，因为过来游览有够热，游览客伤济。生产工厂内面床单、被单囤到敢若山，佫特别请介伫所有10个收容人来斗相共。在还没有这些同学来以前，我们大概都要洗到凌晨5点左右，所以事实上难以负荷。伫台东有未少饭店到9月份的订房率拢超过90%，工作人员嘛是逐工为早起清房间清到暗时，煞变成疫情影响下另外一个特别的现象。